西姆，你嚟廣州啊，我請你飲茶啊。張老師，我都係希望你叫翻我全名馬克西姆。冇問題啊，西姆。多謝。今日你想點都得，我埋單啊。那就點着吧。嚟，老北京都吃什麼呀？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燒花鴨、燒雏雞、燒子鵝、滷豬龍蝦、醬醬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腸。我哋廣州人唔食呢啲㗎喎，我哋食龍蝦同埋波波。哇，咁有得食啊？梗係有得食啊！上菜。哇，張老師啊，你咪真係廚師中廣東人嘅餐前最高禮儀攞碗啊！咁你都知啊，廣東人以水為財，嗱啲滾水過一過啲碗筷咧，即係表示啊，你周身都聚財。哇，咁啊真係好意頭啊！哇，張老師啊，你哋平時廣東人飲茶都係食6個餸咁多啊？唉，而家幸福就話有6個餸啫，但係你知唔知舊陣時咧，茶樓咧嗰陣叫做2厘館啊，即係話係好多體力勞動者嚟呢度食飯嘅地方，佢哋用2厘錢就可以食飽啦。咁最早嘅茶樓點心搭配咧就叫做1盅2件，1盅就係指一個茶盅，2件咧就係指2件點心。哇，咁啊真係有咁啱得咁巧啊！因為我哋北京都係1盅2件嘅早餐嚟嘅，不過1盅咧就係豆汁兒，跟住個2件咧就係焦圈。咦？啲龍蝦喺邊啊？當季嘅小龍蝦。哦，小龍蝦。咁波波咧？啲3個圓碌碌嘅咪係波波球咯。哦，我記得啦。喺英文裏邊咧，呢個波即係標，即係球嘅意思。係啦。那我那個蒸羊羔、蒸熊掌那些東西呢？哎呀，北方人食山珍，廣東人食海味噶嘛。你睇呢個波波球，哇，食得咁香啊！慢慢嚟啊。嗱，上邊有咧魚子啦、扇貝啦、蝦啦、蟹柳啦、魷魚啦，幾正啊！雲南怎麼着？那就呢個地啦。